东西，可不可能？好像不太可能哦。以前呢、有一个那个编语呀，他就是这个得罪员外，结果他就逃跑了。逃跑以后无通啊食，他都去食什么？树仔根啊，地黄。地黄是什么？一种中药，对不对？伊食的树仔根结果食到因为那个地不是生长这些东西呀，食到会飞，所以员外呢看到伊头看到伊掠伊拢用飞，结果那个员外伊讲奇怪，无物件通食个飞，安尼即马我就甲办到足粗糙的，来甲囥喺伊出入的所在，就是咧食树仔根的所在，甲囥咧头一工两三工查某囝唔敢食，惊讲因员外要甲害，四五工过无毒的，有一寡迄落叶素去食拢无死啊，我嘛会使食。结果那个饼一吃了以后身躯就真重啊，爬袂起啊，因员外的抓着，所以就是要知道说，我们吃地上生长的东西，脚不离地啊，所以爬袂起来。以后各位若有看到迄个树仔根会食咧，我都维持生命你就食。他们会记，地上生长的卖食，安尼就会飞啊啦。你看，咱即马出门要爱坐车，开车拢爱钱对无？开车爱汽油啊，坐车爱车票啊，拢爱出钱，用飞就免钱对无？对不对？可以飞很自由，要走东往西啊。迄若汽车，你驶车要过一个溪啊，都要去找桥，对不对？你用飞唔一定飞过就好有紧无紧啊？不可想象讲这是咱人的习惯，就是这样啦，所以我们就是了解我们人当从那个光阴天，日月光的光，阴生的阴，光阴天，到凡尘来降世的时候我们都不是胎生，都是化身，然后都是用飞的，用飞啦，所以迄句你看拢无发明车，即摆才有的了就是即摆咱的步脚拢人咧行，车咧行，所以才发明的啦。假如说从那个观音天那个时候下来，那我们到现在都不用发明汽车，为什么？用飞的可是我们都贪心啦，迄观音天的时阵迄涂骹会生迄蜜出来，蜜好食无？无好食，滴滴嘛咱人贪心啦，甲摕来食看卖，袂歹食愈食愈贪心愈济，结果才爬不起来，所以会飞了就没了，伫咧食蜜桂林，然后呢，男女之间因为是化身，所以没有胎生胎生才爱做爱对无？了后就是查某甲查某会相看，看了介意看了介意那带去无人看的所在对无？什么都没回应，然后开始起厝，为什么？要甲有咧无爱互看。所以各位同学，这个不是后学杜撰的，而是从《阿含经》里面记载为下来，我们就是这样，所以才变成胎生啦。
男女做爱就怀孕，本来是化身，再变来生。化身知道吗？像蟒堂引龙化身，那个毛毛虫啊，还有化身。毛毛虫变蝴蝶嘛，对不对？变化而生，所以变这个它生了以后，我们人啊，一直延续到现在，恢不起来，然后吃无遐尼特别好食啦，开始上天佫用迄款迄款五谷迄米为迄山山坑流出来，本来流出来你当去摕米拢剩啦，咱人伊佫贪心，逐顿摕伤麻烦，无一摆甲摕2顿，即边看到讲你摕2顿安尼我来摕3顿，你摕3顿安尼我摕2工。结果迄山洞流出来米大家拢一日要甲挖较大坑咧，会流较济嘛会袂？结果挖较全流袂出来，遐无米无米无命啦，开始迄土挖咧，即份米的你去种，迄份米的你去种，人开始骨力变大，用唔对啦，只面大，拢唔正，要修行啦。所以迄份米的骨力的人真厉害，面大的人点仔真等啥？等成熟，成熟要创啥？我来挂。所以伊唔免都通修行，安尼你要做无？都无爱种啊，对无？开始就加安尼。讲我种的，你是安怎甲我讲？就冤家相拍。所以大家参详，讲好，10份，甲分做9份，1份互迄个做公亲的事主，伊就靠定，叫伊来头，来甲咱管，个人种，个人收，所以这个时阵要有迄款领导的人出现，所有的有正做的人拢爱1份互伊啦。敢若咱即卖税金，咱的税金都是安尼来的啦，安尼领导甲咱管的都是赚出来。生活有成即卖生活无？这行就是这样来的呀，所以才形成我们现在的生活。那我们要回去了先把来的原因因量无名生3系，哪3系？有啦，大家拢在回答，但是我听无。就是业相、转相跟现象。因量无名生3系。我们在王母性子十戒会讲说3波啦。我们在洗澡，老母把我们先血收回去，然后赶我们到凡尘来，那个是被后来泯住了。三波，各位讲讲三波是什么？我们完全读的是什么？对啦，三波就是贪嗔痴啦，所以我们去贪嗔痴才可以回到本来。去掉了没？